哇！成條街都浸晒，就連港鐵嘅路軌都浸滿咗黃泥水。喺星期四朝早大約11點，粉嶺站同上水站之間附近嘅路面水管爆裂，涉事嘅係一條供港東江水嘅食水管，啲水湧至東鐵嘅路軌，令服務受阻。太和來往上水一段更加要實施單軌雙程行車，來往紅磡站同羅湖站以及落馬洲站嘅行車時間要額外多15至20分鐘。大批乘客逼爆月台，唔單止要等好耐先上到車，就算係有車都未必上到。咁加上港鐵突然宣布火車將會反方向進入月台，搞到大批乘客要匆忙轉換月台，所以乘客都嬲到爆啊！唔好下下都係等到件事爆咗先嚟搞咯，應該要做啲預備嘅工，即係起碼要定期去維修下啲水管咯，唔好即係一爆水管就所有人都冇車搭，可能有人趕時間去做翻工嘅，又要做其他嘢嘅。啲應變措施做得唔夠咯，即係如果做得好啲嘅話，如果真係有啲咁嘅意外嘅話，都可以方便大家搞掂呢件事。例如點樣應變法咧？例如即係可能話你要預防啲措施，可能話做一個模仿啦，即係可能話如果真係有啲咁嘅事發生嘅話，點樣處理啊？即係而家搞到咁多乘客咁鼓噪，咁大家都而家都即係職員又搞唔掂，跟住又交代得唔清楚，大家都唔知成事點樣發生。港鐵喺事發之後提供3條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大埔墟站、羅湖站以及落馬洲站。巴士沿途就會停太和站、粉嶺站同上水站，其中上水站人頭湧湧，幾百人大打蛇餅等上車。咁初步咧見到咧該路段咧用嚟承托路軌，我哋叫嗰個路渣，即係啲石仔咧，咁咧係被沖走嘅。咁受影響嘅範圍咧大概係20至30米。相信咧係由於咧爆水管嘅時候咧，因為啲水咧個衝力比較大，咁啊沖走而成嘅。咁我哋咧係工程人員咧，需要咧進行緊急嘅工程嘅維修啦，填補咧一啲被沖去嘅路渣啦之後咧，仲要進行一系列嘅檢查同埋測試咧。咁港鐵咧喺搶修咗4個半鐘之後，喺下晝嘅3點半開始陸續回復返正常嘅列車服務，趕得切喺繁忙時間之前疏導車站人流。今次事發地點位於雞嶺迴旋處同鐵路路軌之間，由於地底水管爆裂，令路面下陷，出現一個近10米直徑嘅深坑，而附近嘅草叢亦都翻起。據現場所見，水位已經退卻，水務署職員正係了解狀況。東網電視記者陳善婷報道。